详细检查冲茶内部的冷天，并研他嘅茶杯做保养，无唔错，也确实系冲茶保养厂。不过那杯有刁难买6对 CD 嘅企业，冲茶保养厂用嘅会买音乐 CD 呢？其实要客家 CD 哈，真是创作不容易啊。唔过吼，那迄个唱片行寄卖嘅话吼，唱片行如果价也利润上去，不是变那个也价位清高，清高的时间。接受的民众接受的那个程度都唔会清太，还要变顺沙白，好价格慢卖，甚至有更加严啲，要再去做落摆个呢6对 CD 贩售的企业。唔单止听书卖 CD， 李志上、李志南两兄弟，他做得讲起除了本业做过多插细嘅掌茶师傅嘅，一旦长期做家父中心嘅职工，做义工，关热心嘅参加公益事务。感情quite好嘅兩兄弟，如喺作論相同嘅生活，出出入入，嗰所也本按做自貢嘅嘢馬里兄弟。拜一到拜五，馬里兄弟佢無限輪替爭茶杯，冇想到都為了日行過無限，除咗自貢，一旦下巴位，還會變做家鄉嘅文史鐵牌嘢。而家係三坡鹽做慣嚟嘅，啱咩做牙天天，奶是叫啲三坡。來到呢浦鄉顯南村，拿到客家體中名號嘅百年美食店。李志南以下係佢好奇嘅題目老條間用也見店嘅歷史，以下有題目總係睇到買一道料。最多幾粒？最多1,000個粒。哦，比1,000個粒啊！南論翕相機也係入樣機做記錄，馬里兄弟2年的時間，落喺睇街頭後面奶路走，做田野調查，簽出家鄉嘅人情故事，還有老頭牌嘅珍貴文物。嗱，一路我哋咧老嘅，我解決最鬧嘅咧，有一樣嘅糖嘅店同嘅炒鍋店，尤其過年嘅時間最鬧嘅，摘油條啦，摘紅油絲香啊。是同一多啊！又係最鬧嘅時間。老街巷傳嚟3代人開業70年嘅老雜貨店，當然係馬里兄弟做田野調查，做唔得邊個嘅好素材。一間雜貨店買嘢村民生活上需要嘅各種東西，頭擺嘅交換方式係充滿嘅人情味。頭擺啊唔好常見係現見啦，甲邊嘅茶師呢，技師呢，伊目前的人都來查我都查，都本身方便啦我人都技師啊，伊也都國語書懂嘅但佢仲要輸錢你所以他感覺啦面對人也嗰個教官啊，嗰個茶師啊，都該佢啦，佢鬧嘢也點樣都佢鬧嘢。伊哋初中都講，唔係同人賺得到錢，咁樣頭時間了解錢，可以寫。比如講趁上時。也有睇家鄉各個所在發生嘅親密事情，還有本人講嘅有講，談嘅有談嘅故。馬里兄弟如果睇春刊刊播出來，春刊嘅名嘅錄用呢浦鄉顯南村嘅老地名來按名，按做番嘅浦7號。我哋做番嘅浦7號是因為嗰多年係新嘅後生嘅唔啲嘅事情，我哋都將把啊番浦7號保護歸莊一談。雖然做掌茶師傅嘅收入唔算幾好，馬里兄弟沙閒係自家出錢辦春刊，都係希望資金單純，冇有其他嘅政治色彩，破壞嘅報道順破風土民情嘅想法。我哋會想講，一種嘅春刊盡量越單純越好，唔好講俾人插一啲多，如果冇人去，不是上海嗰叫乾脆都係以自己能夠符合的情況來衡量過後嘅，去個自掏腰包，因為一期能給幾千塊，對我哋來講嘅話，還自認負擔得下去啊。兩兄弟按關心又按出心來做家鄉嘅文化傳承，出春刊同鄉親向下分享家鄉事，鄉親大家如果感動，兩兄弟嘅阿妹也知道會驕傲。
啊個唔怕唔做人嘅人做得多後生嘅人，失望讓我千歡喜，唔要做壞事，唔怕我都話你講啦，啊個唔做人行。今日都可以點啊要，啊要閃嗬，喺度採訪有個路點咩嗬，哎呀，佢讀車係點啦嗬，啊我到年九係咩都講啊，退休係佢點要，啊而家閃啊嗬，我都佢咁車佢點啦。喺鄉親嘅支持，還有陸客人嘅鼓勵下，馬里鄉體建造建設忙，就算辛苦，還係知道該歡喜。因為講我哋做嘅事情係享受快樂，嘛唔好講講，做到係自家付出，做自家拿錢會歸缺唔係，嗰啲陸客人其實叫嘅也會有認同啊。我因為講我哋做嘅事情，只係係算為他客人服務嘅嗬，佢冇要緊啊。做下嘅時候，我好搞嘅是講，唔說生意一多，我做嘢呀親戚幾呀親戚，哦，因為我咧有買人嘅生意咧，有買嘅生意咧，哦，變得輕鬆家庭，啊，從隔壁鄰舍，哦，對總而講，總去我變得感情更好。雖然飯呢鋪設好，也下搶出到第3期，不過想呢一兩鄉體，希望一鋪一腳跡，透過村刊，慢慢地同家鄉嘅故事講俾韓國島嘅人聽，俾韓國島嘅人感受到，從頭到淳樸又親真、親情嘅人情氣味。